各位乡亲平安，欢迎收看今仔日3月16日公视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丹妮。新闻一开始，咱先来关心金门甲厦门海峡并存的这个事故。经过1个月，海巡署副署长柯静之带领海巡人员，各一届去金门，去罹难的中国渔民发回来致意。因若是有一只中国渔船伫咧金门的东店海峡沉去的这个事件，目前也是有2个船员下落不明。昨回马祖的北竿岛东边5.5海里的所在，嘛传出有中国渔船的船员无细字跋落海。人家县府接到通报了后，2花是各一届同齐搜救。马祖海巡启动72点钟搜救，15暗时继续找找落水水的中国渔民，因为昨透早伫北竿岛东边5.5海里的所在，有中国渔船船员好亲像咧行大时阵无细字落水海，中方通报连江县府2花各一摆到顶找找。在限制水域外约2.1海里，有一名船员落海，本署基于海上人命安全救助，可与陆方搜救船舶协同扩大搜救范围，请附近作业渔船及航行船只协助救援工作。14伫金门东条海峡沉去中国籍渔船，一共2个人下落不明，8下搜救黄金72点钟。昨早起，中国派出8只船，金门海巡队继续以4只船来找找，佮继续用遥控无人机伫空中侦察，加派畅水员落海暗过游玩找无。金门海峡无平静，根据平面媒体报道，伫东引岛正南边、南引岛河钓区发现差一支5星旗。东引乡长林德健表示，南引岛是无人到达，无伫限制水域内底属于三不管地带，推测是中国渔民为表达意识形态，家己插旗。包括我们本地的渔民也好，包括这个对岸的这个渔民也好，都会在这无人岛礁上面从事一些这个渔捞的行为。15都是金门海峡并存事故满1个月，咱的谈判小组海巡署副署长柯静之带海巡人员各一摆到金门，去抵难中国渔民的5次发回来致意。摒弃双方的这个成见以及差异，能够尽早的回归到协商的过程。什么时候再复谈？对，目前还没有进一步的消息。渔民遗体由安置伫金门县殡葬管理所，柯静之强调，咱愿意提供家属上大关怀甲帮助，希望早日高中去协商，好过代志圆满结束。按过无透露搁在协商的时间。记者综合报道。各位乡亲，咱做伙来看今仔日早报的重点。咱先来看自由时报。台北市议员陈中文去用检举讲，涉嫌收乌西钱正千万。利用这船替警用监视器的业者有关欺负的预算，台北地检署原底是以涉嫌违背职务、甲收乌西来侦办，不过因为有查到压榨钱，所以改以独立甲财产来源不明罪，甲伊绳押禁见。台北地方法院昨昏是裁定200万交保，检方不服会提起控告。过来，咱来看《中国时报》，宪法法庭作出判决，认定无期徒刑假释了后。若搁犯其他的案件，爱搁关25年，这个部分有违宪，应该考虑犯罪情形的轻重，所以有差不多230个受刑人，未来会当申请司法救济。法务部表示，尊重判决的结果，按算伫期限内完成修法。再来，咱来看联合报，3月份是各地私立中学招生的时期，今年报名的人是加真多。台北市包括延平、甲美国等等，拢比往年增加成千人。有家长团体就分析，今年升高中1年的学生是2年出世的，加上去年年底新北市发生学生互挂颔棍的案件，嘛互家长想要赶紧将囡仔送去私立学校。囡仔互虐待案件发生较大，中央甲地方是紧急来补破网。卫福部昨昏下晡召开检讨会议。邀请双北社会局也有儿福联盟出席，会后统整8大结论。不过气候民团批评讲，安尼无合格，爱退回定写。日款会创会理事长王美君14去探视受害查甫囡仔因阿嬷，伊批评县市首长唔知影事务上拄到的问题，已经有规划4月份清明了后，北上凯道提出整体诉求。
核台囡仔案件紧急补破网，台北市提出儿童保护7家的政策，得到新北桃园家人共同支持。卫福部开检讨会议，邀请专家学者、地方政府甲立法人民参加会议，将近4点钟的会议，统整8大结论，包含出用的必要性，要由地方政府进行评估；出用进程安置，要以委托安置定数进行。社家属建议强化国家投票人员掌握安置儿童训练，强化中央地方的反向联络，中央地方强化离校保护专业人员训练，3岁以下安置儿童。卫生局强制指定有利专职医师各县市演技安置离校甲专职图定模方式评论，上报甲黎明10天内完成检讨报告。行政院其实如果能够提出完整的方案，而且能够聆听民众的声音，立法院也可以主动提案，这个大家都会乐意看到。对加害者，我们绝对严厉处罚，不加宽待。法律面我们一定要更定定、更周全、更到位。荷兰嘅台死亡囡仔家属真悲伤，立法会创会理事长王维军14去探视囡仔阿嬷，来个鼓励，也透露阿嬷真放心。王维军也批评，关系首长根本唔知实际面临的问题。破掉的网，他可能拿 OK 绷再稍微再贴一下，假装好像他又完善。所以你们是不食人间烟火，也不知道说真正实务上面面临的问题，荒腔走板，距离民众的生活越来越遥远。针对卫福部检讨会议的8点结论，王维军表示看无实际效应，结论无及格，应该退回定写。要规划4月清明节了后，要去态度提出4大诉求，为整体系统来做检讨。记者综合报道。2014年3月18日，有一群学生甲公民团体为了抗议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审查的争议，占领立法院。发生国际上拢真关注的318日头火学运，高达10年过去啊，自当时少年的参与者，即卖生活发展了啥款？回头看这场学运，敢有互台湾的社会带来啥物款的改变呢？公视台记台青春咱的梦，拜六暗时7点半，来要对3个日头火学运的参与者来看这场运动，对因还佫有社会产生啥物款的影响？过年行春庙林的人是吵，幸好立委黄捷真侪前甲民众博感情，为高雄市议员开始，知名度愈来愈悬。头一届参加立委的选举，就当选第11届上少年的立委。伊讲伊前到大毋捌想过会成做政治人物，甚至入去到国会。因若会行政治路，是因为10年前的日头火学运，互伊感受到公民力量的重要。这场运动上重要意义是讲，足侪少年人愿意站出来啊，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公民的力量，而且嘛，足侪少年人愿意参与政治。学运了后，有人参与政治的工作，嘛有人抱理想投入公益服务。迄当阵，黄燕如也是研究生，伫学运退场开始参与社会工作。318学运，毋但是当初真侪少年人的政治启蒙，对真侪人来讲。嘛，因为这场运动，让因的青春岁月有更较坚强的生命力。我们退场之后，每个人都回到自己生活的场域，但其实每个人都会有生活不顺遂。那其实每个人去找到最适合的位置，去改变台湾的现在这个社会。革命的浪潮就从这个布条开始。我们并没有进政党，也没有进 NGO， 这个工作选择就是它蕴藏了一些我们自己对于社会议题或者是政治的一些想象。318学运10年过去啊，永年真侪前的青年，个人拢已经有人生的目标，不过因也是真打拼咧实践公益的价值。这场日头火学运，毋但改变台湾的政治结构，嘛互台湾社会理解少年世代的力量。失去啥，可能就是我的青春吧，像恁这个节目的名，青春咱的梦，我的时间就是拢奉献伫咧政治啊。记者综合报道。5月7日劳动节，敢要改做全国休假日。行政院长陈建仁表示，中央目前有咧评估，全国教师工会总联合会呼吁政府唔通搁拖。上好是今年5月7日劳动节，就改做是全国统一休假。
每一年的劳动节，各级学校教职员拢袂使休，不过使用劳基法的学校除工公休煞会使休假，而且学生嘛爱上课，除工颠倒来去加班，一校两制嘛影响到政府互人休假的美意。所有的一个劳动者应该要纪念的日子，在我们台湾寄养会1国2制啊，政府你要彰显对劳动的一个价值，应该从自己做起。各级学校、政府机关5月初1有真侪项上班的乱象，1国2制，全教总一直咧倡议，讲甲劳动节定做全国拢休的国定假日。民进党立委林基瑾顶礼拜伫立法院提出，行政院长陈建仁正面回应，全教总认为是万来政绩，不过到今都已经超过1礼拜啊，也无消无息。第二立委拢呼吁政府爱赶紧实施。一位是劳工，一位是教师，有的要上。有的不要上，那特别是在有养育下一代的家庭里面啊，更是造成非常大的困扰。我知道他们现在已经在做内部的作业像说可能那天放假这个警消的执勤要多少加班费哦。立委林基瑾表示，根据了解，行政院人事总处当咧调查评估，往这个方向规划，希望今年会当实施。全教总嘛强调，多数民间企业5月初1拢有咧休，改革无牵涉到另外社会成本，不过会当互60万名军公教加休1天，兼顾家庭生活。希望蔡政府执政的最后2个月，都互今年的劳动节开始全国休假，千万唔通搁拖。记者综合报道。过来关心高雄轻铁通车了后，因为搬火车甲搬公车变甲是真利便，所以愈来愈侪人会坐轻铁上下班。不过，即马轻铁的尾班车是暗时10点发车的，未少去遐踅街或者是上暗班的民众反映讲，希望轻铁甲坐运会当共一个时间来收班。不过，高雄坐运表示，暂时无要延后尾班车的时间。高雄轻铁加做延行通车，增加大顺路段了后，除了观光，平常时也加做民众通勤的交通工具。不过因为轻铁营运干那到暗时10点，最高民众反映，代替捷运的班次拢有到返点，轻铁若是会当延后收班较好。不过也有民众表示，爱考虑到营运。我是感觉会使较晚小块，因为像遮的人，来这边逛的人来踅的人较济嘛等于交通就是一个问题。高雄就大人拢塞车啊，骑机车呢，啥要坐咧？迄个捷运轻轨是毋是人就较少？那咧就有营收方面可能就是有影响。目前高雄轻铁尾班车是暗时10点发车，坐一个要90分钟，也是11点半收班。最近高雄演唱会等暗时爱活动哪来哪坐，甚至有百货公司的员工假日拢爱10点半才下班。针对轻铁敢会当延后尾班车的时间，各界评估了后认为目前无需要。需以实际旅运需求、司机员人力是否能够获得充分的休息及合理运用，以及需预留足够的夜间维修时间等来进行通盘考量。目前高雄轻铁收费了后，逐天运量有3万多人，试营运的时段平均有4万5千人。各界公司强调，统计下暗的9点半到10点，坐轻铁的人数敢若占规工的1.85%。目前并无延长加班的需求，但是未来暗时有大型的活动，会看状况延长加班。记者张义辉、邱昭勇高雄报道。在台南的一间老戏园全美戏院，虽然是咧放2轮片的，不过因上大的特色，就是因电影的扛棒拢是请师傅用手工画。最近有一出电影，大部分的场景拢是咧台南，还有全美戏院翕的。即马遮让用超过50年，要过来放映新的电影，希望当成少年人来老戏园看电影。戏院外口专门画电影看板的老师傅眼睛发长咧拍底，准备画一百新的看板，到达也保留用手工画电影看板。这个所在也是国际知名导演李安的电影启蒙地，主要是放送2轮片的台南全美戏院。不过经过53年后，全美戏院要搁再放送首轮电影咯。他们有来这边取景？全美戏院有取景，有。那你会不会想要来看？当然啦，觉得蛮感动的因为2轮戏院通常大家就是会比较少来嘛，那首轮如果大家就可以
增加大家就是进电影院看电影的机会。这部电影是由柯光汉和日本查某名星清源果耶主演的。电影内面有真侪场景是伫咧台南翕的，全美戏院也是重要的场景之一。也因为安尼生，全美戏院决定要搁再放上首轮电影，目的是要吸引少年人，也搁有无共款的族群，今日去拍拼经的老戏院。20年前的这个场景的现场就是指定选美。现在2轮的市场已经都不好做了，那首轮是我们一个很大胆的崭新的一个尝试，然后整个剧情都是配合整个台南市区，像我们中西区那个民权路、民生路，还有天坛做一个导览，哇！好像也做一个很成功的城市行销。全美戏院顶一回放上首轮电影已经是1969年、1971年才改做放2轮电影。53年后，全美戏院搁再放上首轮电影，真正有吸引到少年族群来买票。这届首映电影的放送时间是2礼拜到3礼拜，希望透过这届机会，让少年族群看到老戏院魅力的所在。记者综合报道。在嘉义县的自然史教育馆。为着要让学生囡仔认捌台湾山区食灵类的动物，配合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收藏的动物标本，举办野生动物的教育展览，希望透过动物的脚迹，也佮有生活形态记录，或者学生囡仔有正确的保育观念。山猪有看过山猪的人举手？没看过。老师透过动物的骨头、食剩的物件，向学生了解动物的品性。嘉义县自然史教育馆举办饲灵动物主题展览，让学生囡仔知影一寡野生动物拄到的问题。黑熊领地可能它的领地在树上会有一些爪痕，穿山甲的那个壳啊，可以做成药，所以很多人大多数都会猎杀穿山甲。人类一直猎杀动物，所以让动物绝种了，很可怕。导览的老师讲，亲像乌熊、石虎、拉里，这一寡咱台湾的饲灵类动物，囡仔其实无啥了解。这个展览就用5个主题，为动物的身体到生活品性，要让学生囡仔来看好详细。这喙齿含伊的指爪来做一个点出，一个动物拢有伊家己的特色，伊的喙齿含这个指爪都不一样，会甲伊的生活方式含咱的生态要怎共融，然后互咱的囡仔知影这个教育的方式。这只山姜啊，加高山白虎树，这2件就是台中科博馆因提供的动物标本。其他的7件的动物标本，拢是咱嘉义县自然史教育馆本身的收藏品。这个展览为3月7日开始，一直展览到明年3月。展览的主题为孙双元生活基地开始。透过故事的安排，豆豆带学生为生态来认捌野生动物。新港国小表示，趣味佮详细的内容，对生态教育的学习是一个真好的体验。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韩国一个研究团队正研发一种牛肉米，伊是将牛肉细胞注入去米内底培养。这种米是比一般的米蛋白质也佮油脂也佮较侪，有机会会当降低饲牛所生产的碳的排放量。我内底米饭有真细的色水，加做各种无同款的粉红的色。这是韩国延世大学研究团队最近研发出来的，用牛肉细胞染白米的牛肉米饭，食起来感觉是真特殊。 약간의 소고기 맛과 그다음에 식물성 단백질 맛 그리고 약간의 버터 크리미한 맛에 이어서 어떤 텁텁한 그런 느낌도 살짝 있고 사실 제 개인적인 경험으로는 이 잔향이 좀 오래 남는 특징을 가지고 있습니다. 这款牛肉米是用基因工程，将牛的筋肉组织甲智能油细胞注射去白米内底，细胞伫白米的表面甲内部生长，差不多9天到11天了后，白米就会成做粉红仔色。除了保持原本的营养成分，甲一般米相比嘛，佫较低，蛋白质甲智能油含量嘛，佫较济。 除了白米以外，研究团队嘛试过用大豆也是坚果来培养这款米，不过最后发现只有白米才会当上有效的滋养动物细胞的分子，嘛，互米的蛋白质含量增加8%，智能油的含量是增加7%。 실제 동물의 사육이 불가능한 우주에서 오던 우주 식량 같은 걸로 개발이 될 수도 있고요. 영양분을 자유자재로 조절할 수 있다는 점에서 어떤 특정한 병을 가지고 있는 환자들에게 어떤 필요한 동물성 단백질들을 제공할 수 있는 장점들도 있을 것 같아요. 这不是头一个推出人工肉产品的研究团队，暂时已经有其他团队用大豆做原料，培育出食物鸡肉、甲麻鱼，而且伫新加坡已经上市销售。
虽然牛肉米也阁无法度完全代替牛排味甲口感，也毋过一旦成功开发做食品，牛肉米如果未来1公斤的价销伫个台票60块左右，伫传统牛排价销是台票450块左右，有机会互牛肉米代替永续牛生产的肉品，减少畜牧业的排碳量，对环境更较友好，嘛会当当作人类应对灾害甲战备时期摄取永续蛋白质的来源。公司新闻台是董平友。来关心禽流感的疫情，还阁持续在拖。即马连南极的徛鹅嘛去围着，有专家就警告，徛鹅拢是规定伫个生活的，禽流感有可能安尼喂来喂去。虽然南极洲的生物多样性是真丰富，毋过生态系嘛真脆弱，互相烧化了后，可能会规个崩盘。徛鹅圆滚滚的分数看落是真古锥，毋过今年2月底。西班牙研究人员伫南极洲附近的南极半岛，阿根廷科学研究基地发现2只死去的柴乌，有 H5R 型禽流感的病毒。前日智利科学家搁伫国王徛鹅、甲巴布亚徛鹅验到 H5N1 流感病毒。专家警告，因为徛鹅生活范围是真接近，恐惊会致使禽流感传染真紧。detectando 9 casos positivos en pingüino de Adelia, por primera vez reportados para esta especie, y una en cormorán antártico. 南极大陆附近的南极地亚岛海岸，附近的野生动物集中的程度是真悬，除了徛鹅，还佫有海鹅甲海豹。专家讲，禽流感若是喺全岛摊开，死亡率恐惊会真悬，还佫会引起全球保育的危机。Estamos hablando de que existe un riesgo muy preocupante entre la comunidad científica, ya que existen especies en peligro de extinción, tales como los pingüinos emperadores. 因为徛鹅伫繁殖期进前会拢先自集做伙，再佫利用排泄物互接势氧气，方便后日仔生卵。毋过这嘛有可能互无共鸟类之间互相烧化。专家认为讲，南极禽流感的病毒应该是由燕鸥、甲海鹅等等的海鸟为其他所在喂去南极大陆，爱持续监视物种甲族群的变化。目前南极水系附近有真侪船舰协助监督，而且严格管制南极出入的人员。公司新闻新乐杯编译。天气报你知，咱做伙来看今仔日各地温度。北部地区上低16度，上悬23度；中部地区上低17度，上悬25度；南部地区上低17度，上悬29度；东部地区上低17度，上悬26度。咱来看外岛地区，13度至24度。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早起新闻，我是丹妮。明仔载早起9点，咱再会。